来看美国要赔予咱台湾的武器，其中有190亿美金的军售案延前交会。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瑞特纳伫一场听证会就指出讲，一般的军售，政府会透过总统拨款权军事援助，甲外国军事融资的计划来协防台湾。美国的国务院嘛强调讲，对台湾的政策并无改变。 汉光演习后礼拜举行，国防部公布查到26台军机、7只军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搁较有1台第9反舰直升机伫台湾东部空域飞行。共军最近加强扰台，不过即马美国军售交付延误达到190亿美金。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出席听证会时阵，先回回讲这是系统性的问题，会透过其他授权方式，赶紧实现对于台湾。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fulfill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s quickly as we can through foreign military sales, but also through other authorities, including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and potentially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另外，阮有议员询问美军伫密西根州军事基地训练台湾部队这个问题，瑞特纳并无承认，嘛无否认，敢表示上好是伫无公开的所在来讨论。针对共军扩张的行为，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是批评北京想要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Meeting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assist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we'll meet those obligations. There hasn't been any change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over the last 40 years. 台美关系在近年来已经达到最好的阶段，那我们都会以这个负责还有合作的方式来使台美关系更加的坚强。 因为副总统赖清德要去巴拉圭访问，过境美国，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是批评，要当赖清德这个有变数的人。行政院长陈建仁2日是回应，出国访问过境这早就有惯例，中国无需要武力起诉，制造不安。记者综合报道。